有冇臨時間？家人好似係要2日前通知嘅，你照寫咗落去先咯。但係今場應該冇得打，我得幫你問，你可以照寫落去。最多時間8秒。暫停咯。係冇。
話1、2分跑，6剔9號啲。純粹係去玩同埋考你有冇打麻將？係考啲興趣嘅嘢。1、3分跑6號啲，6號2分跑。你攰就等後勤啊！過嚟啊！9號啊！1分鐘。第3節完比分60比18出領先。